而家許姑娘為大家介紹一部新嘅脈衝電磁波太克池養生機。首先同大家講下咩叫接地氣。當我哋人體接觸地球嘅時候，就會通過一個物理嘅導電，我哋身體同大地接觸，就會釋放我哋體內累積嘅靜電同埋多餘嘅自由基。同步，我哋會吸收地球嘅自由電子，以調節我哋身體嘅電位平衡。所以接地氣就係一個科學嘅原理，釋放靜電，吸收電子，調節我哋嘅磁場。接地嘅方法可以赤腳接觸大地，或者坐喺草地上、泥土上邊，又或者專門揾一啲設計接地氣嘅產品，例如一啲接地氣嘅床單啊，或者係地氈。一個名詞叫舒曼波。喺1952年，科學家舒曼波佢發現我哋地球一個電磁場係一個自然嘅共振頻率，大約喺7.8個赫茲，我哋稱為地球嘅心臟。哺乳類動物中嘅海馬體嘅頻率，同埋我哋人體腦波中嘅頻率，亦都係非常之相似嘅。市場上邊亦都有好多舒曼波嘅生成器，佢哋嘅用處就係可以舒緩我哋嘅壓力，令我哋放鬆，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嘅睡眠質素，促進我哋嘅情緒嘅平衡，亦都提升我哋嘅專注力。美國 NASA 亦都曾經喺太空艙裏邊運用舒曼波生成器，以幫助維持太空人嘅身心健康。為大家講解咩叫做太克磁波，係一個介乎於微波同埋紅外線之間嘅電磁波，係一個能量嘅頻率單位。佢嘅頻率由0.1到10嘅赫茲，波長就介乎30微米到3000微米之間。太克磁嘅特點，佢可以穿透我哋人體嘅肌膚去到3至5嘅厘米，亦都可以直接用於我哋嘅皮膚嘅深層組織。而佢亦都係一種光波，同我哋人體正常嘅細胞振動嘅頻率係相同嘅。佢可以補充我哋生命細胞嘅能量，所以我哋叫做生命之光，亦都係修復我哋受損嘅細胞。我哋就係運用佢嘅穿透性同埋無損嘅檢測嘅特性，應用喺醫療嘅診斷啦、機場嘅安檢同埋科學嘅研究。我哋亦都可以運用太克磁波作為養生，例如疏通經絡。太克磁波可以打通我哋人體嘅經絡，激發精氣。當我哋人體經絡暢通，體內嘅寒濕氣就會清除，達到我哋酸鹼平衡。第二，亦都可以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太克磁能夠使血管擴張，血液嘅黏度亦都會降低，改善微循環，增加我哋儲氧同埋排出二氧化碳嘅能力。對於預防同埋治療心腦血管嘅疾病係有非常之好嘅功效。3、活化我哋嘅神經細胞。有研究指出，太克磁波可以同我哋嘅神經信號嘅傳輸中嘅微血管結構產生共振互動，可以影響我哋信號嘅傳送嘅速度同埋效率。未來亦都可能用於喺治療同啲神經系統相關嘅疾病，例如我哋嘅神經退化疾病啦，或者係中風後嘅嗰啲神經嘅修復治療。4、調節消化系統同埋消除疲勞。基於佢嘅穿透性同埋共振嘅理論，可以促進我哋營養吸收同埋代謝廢物嘅排出，亦都可以緩解我哋疲勞同埋改善我哋嘅消化系統。5、消炎止痛嘅作用。太克磁光波可以令到我哋人體嘅白血球數量增加，提高我哋嘅殺菌消炎嘅能力。6、淨化身體。佢能夠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加快，排出體內酸性嘅物質，令到我哋嘅血液變返鹼性。佢亦都可以將我哋黏附喺血管裏邊一啲嘅，譬如一啲膽固醇啊、三酸甘油酯啊呢啲嘅物質進行分解代謝。7、激活我哋體內休眠嘅細胞。太克磁波可以加速我哋嘅細胞嘅生長，令到我哋細胞提供能量同埋營養，亦都可以幫助我哋細胞更快咁樣進行修復同埋成長。接住落嚟就係我哋 PEMF 嘅治療，生物射頻磁能。佢係類似我哋所用嘅充電器，可以幫助我哋人體獲得更多嘅能量。脈衝電磁場嘅療法係一個唔需要藥物、唔需要做手術，亦都係一個冇入侵性嘅注射治療嘅一個療法。佢可以激發我哋機體自身嘅愈合能力。
脈衝電磁場療法 PEMF 係利用電磁場嚟到嘗試治療，例如一啲骨骼嘅唔連接嘅地方啦，或者抑鬱症。2007年 FDA 亦都批准咗幾種一類刺激嘅設備。PEMF 療法就係透過我哋改變我哋細胞信號嘅通路，減少觸發我哋嘅發炎因子。PEMF 療法對於治療一啲同肌肉骨骼嘅系統相關嘅慢性疼痛同埋發炎呢，亦都有個理想嘅效果。以下同大家講下 PEMF 10大功效啊。第一就係改善我哋嘅微循環。微循環就係我哋血液由個心臟流向我哋毛細管裏邊，紅血球呢就會帶住氧氣同埋營養，就去到周圍嘅組織嗰度呢進行一個交換嘅過程。毛細管佢個管徑呢非常之細嘅，只係得5至10微米，而我哋人體嘅紅血球細胞亦都係5至10微米，所以紅血球呢只能夠逐個咁樣通過我哋嘅微細管。咩叫蝶連效應呢？紅血球細胞容易好似堆積硬幣咁樣，一個一個咁樣黏住一齊，就形成咗一個細胞嘅牆壁。佢個體積就會慢慢變大，亦都唔能夠再通過毛細管血管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即是話我哋嘅氧氣同埋我哋啲營養就唔可以同我哋細胞作為交換，長期咁樣亦都會導致我哋嘅組織器官慢慢會缺氧，亦都會產生一個代謝異常嘅現象。脈衝電磁能量就可以抑制我哋紅血球細胞嘅蝶連效應，令到我哋紅血球可以順利咁樣通過我哋嘅毛細血管，可以將我哋嘅養分啦同埋營養咧帶去我哋身體嘅細胞組織裏邊，亦都保證我哋嘅重要嘅器官，例如肺啊、肝啊、腎臟等等，可以保持一個最佳嘅狀態。第二，改善我哋人體失眠嘅症狀。長期失眠會導致我哋記憶力衰退，引起抑鬱症、煩躁不安，甚至乎心臟病。脈衝電磁波可以刺激我哋人體嘅松果體，產生褪黑色素，而亦都有實驗證明90%接受脈衝電磁波治療嘅患者係有明顯嘅改善。3. 炎症治療，脈衝治療波可以使我哋局部組織嘅血管擴張，繼而可以增加淋巴嘅循環，擴大血管嘅通透性，改善我哋局部組織嘅營養同埋代謝，加速炎症因子嘅清除，降低我哋炎症嘅反應。第四就係疼痛嘅治療，電磁波經過我哋神經嘅傳導，可以調節同埋加強我哋疼痛嘅部位嘅血液循環，可以降低局部嘅炎症反應，對於一啲慢性嘅疼痛係特別有效果。5. 骨質疏鬆嘅預防，脈衝電磁波可以降低我哋骨質嘅流失同埋肌肉萎縮嘅速度。例如啲航天員佢哋完成太空任務返回地球，都係會用脈衝電磁波補充返佢哋嘅骨質流失。6. 促進軟骨再生，我哋嘅軟骨組織係冇血管嘅，所以一旦流失，我哋嘅修復就會比較緩慢。而脈衝電磁波係可以促進我哋骨頭與骨頭之間嘅愈合同埋軟骨嘅再生。7. 有助改善肥胖，脈衝電磁係可以將細胞充電，改善我哋細胞裏邊嘅新陳代謝。第8，延緩衰老，脈衝電磁波佢可以為細胞提供一個最佳嘅環境，促進新陳代謝，維持活力，令我哋嘅器官喺個最佳嘅狀態裏邊工作。對於一啲糖尿嘅病人，佢哋嘅傷口愈合同埋周邊嘅神經病變，脈衝電磁波亦都可以咧對佢哋有幫助。帕金森氏症係一種神經系統嘅疾病，通常患者會有震顫啦、僵硬、平衡受損，有啲就會睡眠受到障礙，同埋情緒變化等等。而脈衝治療波係對佢哋呢啲症狀係有改善嘅。OnlyLife 呢個品牌入邊嘅養生儀 P90係一款旨在利用生物電磁療法嘅力量嚟到支持我哋細胞嘅功能，同埋促進我哋整體身體嘅健康。佢嘅獨特之處就係生物電磁同埋太黑磁嘅能量微妙嘅結合，兩者各自提供獨特而互補健康嘅益處。呢一部機嘅脈衝電磁係以1M 嘅黑磁嘅頻率運行，以一個高度能量傳送我哋身體各部分，由內而外加熱組織，從而促進我哋嘅新陳代謝。呢個模式就好似同我哋嘅細胞充電，可以提升我哋嘅細胞嘅能量。
透過模擬地球嘅自然脈衝磁場，生物電磁療法係有助於維持我哋人體嘅電磁場，恢復我哋細胞嘅活力。太黑磁被譽為生命之光，佢個波段同我哋人體嘅分子可以產生協同嘅共振，咁樣就可以改善我哋嘅微循環，滲透力可以深入我哋皮下4至5厘米，增強我哋細胞間互相嘅作用，改善我哋整體嘅身體健康。透過科技去進行養生，亦都係未來嘅趨勢。有興趣嘅人士可以同 Q&A 搣返個 appointment。